继续来看，阁有人到平湖佚佗无守规矩。4月底才发生着行车纠纷，游客甲当地司机拍，引起着平湖人的不满。这回同款嘛是行车纠纷，有一名游客无戴安全帽来骑车，又搁逆向倒弯。当地沙石仔车的驾驶就2喇叭甲因提醒，安尼袂得。双方伫咧大马路顶就弯起来，搁差一点就起相拍。 两个穿白衫的查甫人将奥多摆停伫路边，甲沙石车驾驶伫冤家，虽然讲有人伫苦劝验过无啥效，沙石车驾驶就惊个互拍，手举一支棍啊，以防万一。冤家原因敢若是因为驾驶好心提醒这阵游客。小林山5台奥多摆上载拢总无戴安全帽啊，到路口直接就切倒平，袂输这条路是因路开的。 到过双黄线，超过2台车，险险啊，甲对向的车相撞，5台车前后对做伙，一路敢若驾车做共款，根本无咧插别人。既然来这边观光，我们就要守规矩，不守规矩，全部走全省，我们走到哪里都不对的。出来玩嘛，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啦，不要把法律都忘记了。 又搁发生行车纠纷，听讲在地人要去游客大爱所在土公道，就惊讲出代志，警方呢赶紧协调，加在无发生暴力的冲突。双方疑似有争吵情势，立即以车追人，并通报各所线上警力加强拦查。 警方表示讲，这名游客伫平湖骑奥多摆，确实无依照规定戴安全帽啊，嘛愈来愈多民众将因沿路违规的影像甲相片提供给警方。平湖观光大月有真侪外国游客，偏偏台湾人无守法，真正是有够闹亏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